来今仔日方面刷到北平，雨是较停了，但是阴暗有另外一波方面到位，阴暗开始，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可能会阁落雨，而且这波雨会一路影响到10月，10月下旬天气会反冷。 水那面前，倒面惊会楼梯冲出来。新北黄金瀑布款变作水墙，因为遭致上大雨，各地拢传出灾情。各有火车因为家人河中溪水直接倒退路，亲像咧交雨爱阁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专家根据美国报数，如果台湾到10月初拢受大气压力影响。 水气偏低，慢转错，让火夯。到了30号之后，南方的低压又会从吕宋岛这边通过，届时在30号之后，天气上又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可能又会变得比较湿的一个环境。大气压力也是关键。中央气象署预测，明仔载因为方面受惠，中部、东北部开始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后日水气变低，东半部会落甲真大降。礼拜日水气变少，加上东北风影响，有的所在嘛是会落阵雨。 前气象署长地面顶嘛抛出卫星分图，会当看到2粒光粒层，正就是2个气压。地面顶实景在好好观察，甚至强调已经发生电源效应。台湾未来1礼拜拢真无稳定。在10月初这段期间呢，我们其实都还是受到北方冷空气跟南方的这些水汽比较多的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上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整体而言，台湾附近的风场慢慢转为东北风，未来是逐渐温度在下滑的一个趋势。看到当时才会转凉冷，专家讲可能要到10月底才有大棚的冷空气。入秋时节天气多变，民众都爱加保重身体。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